係早晨，早晨，早晨。我覺得好戰必亡咧，呢句嘢係有啲意思咧，就係話其實戰爭咧本質上咧係破壞性㗎嘛。咁啊勞損你，就算你勝方，你都要動員好多嘅力量、人力物力咁樣㗎嘛。所以如果你成日掛住打仗咧，你就可能呢個生產咧就去咗淨係嗰個方向，但係你做唔到呢啲其他生產性嘅嘢，因為本身戰爭就係有破壞性㗎。所以咧，如果你成日掛住戰爭咧，你個國家咧係會衰落。但係我哋又唔能夠唔否認咧，其實即係大嘅秩序咧係由呢個戰爭之後確立，即係好似二戰之後咩布雷頓森林協定之前啦，喺1944年確立。所以咧，其實戰爭咧，我覺得同我哋而家討論嘅好多，其實你話每一日我哋都發生和平時代發生嘅呢個機構之間嘅嗰個競爭鬥爭，其實一樣嘅。不過咧，戰爭嗰個特性咧就係破壞性，同埋咧冇底線嘅暴力，因為你公司間鬥爭你唔可能殺人噶嘛，你要合法噶嘛，係咪？但係戰爭咧，其實佢個勝敗咧，其實關鍵嘅，如果你長期嚟講咧，都係你生產力比較強嘅一方嘅。我覺得咧，有好多時戰爭爆發之前咧，其實你觀察下，你都會知道咧邊一方係個贏面高嘅，因為佢個綜合國力係大嘅，要長期戰爭入邊佢係可以打贏嘅。所以我認為咧，戰爭咧，我哋好多時咧討論人哋，但係咧就冇討論自己。其實往往咧可能係自己咧觸發咗戰爭。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如果你係不斷去自己又不斷去更新嘅，去及時有遠見咁改變自己內部嘅秩序，去提升到你個生產力，適應到個環境咧，對方咧可能就會明白咧，如果我同你打咧，我係輸嘅，我係破壞性嘅，或者甚至損失好大嘅。喺咁嘅情況下咧，我就算點樣唔願都好啦，我都係同你合作咧，係最大利益。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自己能夠自己內部能夠可以成日都提醒自己咧，要做得更加好咧，咁咧先至係一個最好嘅防備戰爭嘅方法。好多謝你，多謝伍生係個意見嚇。咁同唔同意先？未聽第三位之前，伍生嘅睇法，我諗都同我哋今日講嘅一脈相承啦。其實即係戰爭除咗國家因素咧，我成日都講其實好多個人因素在內嘅。咁同民粹主義啊，同國內本身嘅本土嘅經濟問題啊，可能都有關係嘅，轉移視線啊等等。咁所以去分析呢件事嘅時候咧，就不能夠太單一。係啊，仲有好多非理性嘅因素啦，即係我輸過，我恥辱，我今日要擺平，係咪？咁咧就復仇性嘅戰爭啦。好似阿根廷永遠都喺度心心念念佢哋嘅馬島啦。係啊，即係呢啲亦都係潛在嘅一個危機嚟嘅，可以嚇。咁你話有冇得傾咧？有啲真係唔係可以坐低理性地傾，因為我唔中意同你傾啊。我真係唔中意見到你啊！即係你係非我族類啊！呢啲都有嘅，所以根本靠第三者。喺好嚴重嘅處境裏邊就靠第三者，但係係啦。我特別中意第一位聽眾馬生